Hello，大家好，我係 Jenny 啊。由於自身嘅體質問題，經常會因為轉季、捱夜等各方面因素而導致免疫力下降。最頭痛嘅係咧，每到3-4個月咧，我就會有一次呼吸道感染喎。一到感染嘅時候咧，就會咳嗽啊、感冒啊、喉嚨痛啊，咩都嚟齊晒。咁我梗係唔想食咁多藥㗎啦。好彩啊，有呢個嚟自馬來西亞嘅潤肺黑科技 Prime S 虎乳滋潤肺清救咗我。呢度裡面包含嘅除咗虎乳滋菌核提取物之外咧，仲有冬蟲夏草啦、接骨木、乳香同埋木桔呢幾種萃取物㗎喎。而呢個 Lignode TM02嘅專利技術啦，係可以透過培植而喺虎乳滋菌核最佳嘅時機收割，從而確保咗最高嘅營養價值啊！佢除咗可以改善我哋嘅呼吸道感染啦、止咳化痰潤肺啦、緩解我哋嘅氣喘啦、舒緩喉嚨嘅不適之外咧，仲可以增強免疫力。喺呢度咧，我非常之推薦一啲好似我咁樣因為換季而容易導致呼吸道感染嘅人群啦，同埋經常坐辦公室吹空調吹到肺都乾嘅人啦，仲有一個吸煙人群都可以試下我哋呢個虎乳滋潤肺清。